各位聽眾，你哋而家收聽緊嘅係梁隨美食嘅節目，我係梁師傅。咁呢，而家大家都知道係秋天開始啦。咁喺秋天嘅時間呢，我哋一定要做好呢個保暖嘅，因為呢，夏秋更迭嘅時間呢，氣溫變化大。如果對於涼爽嘅秋風稍為唔注意呢，就好容易就會病到噶啦。因為天氣轉涼呢，容易造成體內嘅熱量流失啦，妨礙身體嘅運轉機制嘅，造成免疫力下降啦。到咗冬天又會更加嚴重嘅噃。氣溫降低，人體嘅血液循環系統呢亦都會變慢嘅。嗱，當免疫力差嘅時間呢，就容易感染病毒啦，而出現感冒等等嘅病症嘅，嚴重嘅呢仲會引發慢性嘅心血管疾病啦，同埋腦中風嘅噃。咁由於呢，即係細蚊仔同埋老年人呢調節能力較差啦，遇寒冷刺激就好容易誘發疾病嘅，一定要防秋凍。為咗唔好喺天氣轉換嘅時間受寒呢，所以做好保暖就係第一嘅要務嚟㗎。而中醫呢有提出人體最唔能夠受凍嘅4個部位嘅噃。喺日常生活中呢，只要能夠注意保暖呢啲部位呢，令到佢哋唔可以受凍呢，就能夠健康溫暖咁度過每個秋冬噶啦。嗱，咁人體唔能夠凍嘅4個部位呢，第一個呢就係肚臍噃。古人有話啦，臍為五臟六腑之本，元氣歸臟之根。另外呢，就係肚臍最重要嘅神闕穴，內通五臟六腑，為抵禦外邪嘅門戶嚟嘅，具有向全身輸送氣血嘅功能啦。仲有健脾強腎、回陽救逆、和胃理陽、行氣利水、散結消滯同埋活血調經嘅作用嘅。肚臍皮下呢就冇脂肪㗎噃，而緊鄰嘅神經末梢呢同埋神經叢呢係最怕着涼嘅地方嚟嘅。女性長期腹部受寒呢，容易引起胃腸嘅功能嘅紊亂嘅，亦都會導致呢條宮寒啦、痛經等等嘅病症嘅，甚至乎呢仲可以造成不孕添噃。咁第二個部位呢就係頭啦，頭呢就係人體諸陽之會啊。如果受寒呢，身體入邊呢會散失大部分嘅陽氣嘅。頭頂嘅正中央亦都係兩隻耳仔垂直向上，同呢個頭正中線交叉點呢，就為之叫做百會穴啦，係人體熱量嘅陽氣匯聚之處嚟嘅。同頭痛啊、高血壓啊、低血壓啊、中風、目眩、失眠、焦重等等嘅病症牽連呢，非常之深嘅。當節氣過咗白露之後呢，我哋出外嘅時間最好呢就戴翻頂帽啦，而洗頭嘅時間呢，要用比平時稍為熱啲嘅水嘅。第三就係隻腳啦。嗱，根據經絡理論呢，足部係人體嘅脾、肝、腎3條陰經循行嘅主要路徑嚟嘅。如果足部受寒呢，一定會影響內臟啦，引起呢個胃痛啦、腰腿痛啦，同埋男子嘅陽痿啦、女子嘅行經腰痛啦、月經不調等等嘅疾病嘅。中國嘅醫學家孫思邈呢，好早就喺1400多年前呢，就提出咗個叫做足下暖嘅科學見解。而另外呢，現代科學研究證實呢，腳距離呢一個心臟係最遠嘅，而供血量係最差嘅，脂肪層又薄，所以呢就保溫比較差，致使呢個腳掌嘅皮膚呢溫度呢係人體中最低，而且極易受寒嘅。而當氣溫驟降呢，就容易出現腳部冰冷啦，同埋僵硬嘅情況。嚴重嘅呢，仲會因為血液回流嘅速度太慢呢，導致中樞血壓急速上升，造成中風嘅現象嘅噃。建議呢，喺冬天呢應該着一啲厚啲嘅襪嚟保暖啦，用熱水嚟泡下腳啦，或者按摩腳底嘅湧泉穴啦，同埋手掌心嘅勞宮穴，刺激個血液循環嘅。第四呢，就係個關節啦。嗱，初冬嘅天氣轉涼呢，就會加重呢個腰肌嘅勞損嘅，同埋呢個韌帶嘅損傷嘅，關節炎啦，同埋外傷等等嘅骨科疾病嘅症狀嘅。痛症呢會變得更加明顯，尤其係呢個膝嘅關節唔受寒啦，受涼會導致關節周圍嘅血液循環變差啦，
令到呢個神經末梢咧受到壓迫嘅，產生呢個酸痛感，就容易導致呢個關節炎啦。故此一定要穿着一啲保暖嘅衣服啦，或者戴上護膝，令到呢個膝嘅關節呢唔容易受到寒。咁我哋呢休息一陣呢，翻轉頭我再同大家分享一啲有關秋冬嘅菜式啦。